嘛是无做过啥物会使人毋忘，我嘛毋甘放手，搁多一摆的恁仔仔。这场梦用尽所有的气力，嘛无通怨气，是阮无路用，是安怎分顿嘛讲袂明。自彼一天，早就已经知影伊无望，煞有冤搁咧等待阮的结局，会变了无同。活咧世界敢是这呢不甘愿，无奈阮搁看袂清一个所在，心内苦楚哪会这呢难？亲像规个世界将阮放散，若是一条命生来就无价值，找无心爱迄个平静的所在，阮的苦楚是要怎样交代？只好煞来的剧情，搁行一摆。活咧世界敢是这呢不甘愿，无奈阮搁看袂清一个所在，心内苦楚哪会这呢难？亲像规个世界将阮放散，若是一条命生来就无价值，找无心内迄个平静的所在，为了苦楚，若是这歹交代，无人注定的结局，要怎样解？潘老师好，雅文老师好。潘老师他的这个词曲呢，他自己参与创作。这个创作当中呢，写歌的人上知影伊的性命伫倒。我知影伊的撇步，伊的美感，我知影我要爱藏的感情，甲迄个温度，要安怎转弯世界，迄是我的世界。这首歌就是我写出来的世界。我伫这个歌内底充满着我人生的理念、想法。将这种的歌唱出来，这种的歌叫做唱的，不是歌，叫做人生。真正是一首人生。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。然后呢，很有画面。潘老师好，我陈老师终于又听到你现场的演唱，真的很期待啊！其实自从之前有听过你在红人榜现场演唱之后，其实我对你的声音就一直有一种非常非常期待再听到的这个期待。像雅文老师刚刚讲的，这个歌是你自己写的，其实写歌人最知道自己这首歌要怎么去表现嘛。你的声音又本来就是这么的棒，这么的好，你的高音真的是，以现在的台语歌手来讲的话，男生里面要像你这么好的，真的是算不到几个人。我觉得，谢谢这么好的声音，真的，因为你那个高音那个 punch 真的是，我记得有人说过我的声音像铁一样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你是钻石，比铁还要硬啊。谢谢老师。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你自己唱下来的感觉真的是很享受，听你这首歌整个感觉。基本上我没有在看你的歌在唱什么，我是在看你现场的表演，在台上的感觉、唱歌的感觉、各方面台风的感觉，你是很自在。这样的示范对于很多来参赛的选手来讲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。